现实往往残酷，梦境却能绽放出最美的光芒。如果做梦可以改变现实，那又会是怎样的奇幻景象呢？夜晚，亚当进入梦乡，世界变得让人惊掉下巴。各国的核电厂能源充沛的爆表，他们作死的打开核燃料舱检查，却发现里面的核反应堆凭空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竟是一颗糖果。对，这就是亚当床边的普通糖果。而更惊奇的还在后面，100吨重的游轮突然撞上暗礁，一把年纪的船长开始怀疑人生。万年前的古希腊传说，亚特兰蒂斯之城浮出水面，原来他们一直带着潜水帽生活在海底。日本的捕鲸船便遭到深海巨物的袭击，仅仅1天就有5艘船沉没，吓得小日子不敢出门。只可惜他自己浑然不知，其实他就是撒旦寄养在人间的儿子，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。亚当意外看到了象征撒旦的画像，这一刻某种低吟传进他的耳朵。You coming, Adam? I didn't say you could go. See you after lunch. 如今亚当彻底觉醒了撒旦之子的基因，小伙伴们还心大的回家吃饭。突然看到亚当竟先他们一步出现，此刻他们意识到危机，想要离开。虽然他们思想是独立的，可双腿却不听使唤地跟随着。撒旦之子向大家灌输自己的地狱价值观，觉得如今的人类已经烂到根了，他要让所有核弹爆炸摧毁整个地球，重新开辟出另一个完美的世界。每个小伙伴都将是未来7大洲的统治者，就连他养的狗子也分到了澳大利亚。而撒旦之子却什么地盘也没给自己留，他只希望小伙伴能像以前一样继续陪着他。可他的朋友们却不同意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，谁也不想错过自己美好的。要是谁得了鼻炎，是不是就没救了？当撒旦之子看到小伙伴掉眼泪时，他又想让大家开心，让大家笑。想必他也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。于是他让小伙伴自行选择是去是留。小伙伴们拔腿就跑，连一直跟随他的地狱犬也跟着离开了。撒旦之子的怒吼令天地变色。此刻亚当逐渐有了自我意识，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和使命。他意识到自己不必完全遵循撒旦的计划，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。清醒后，他向小伙伴道歉，请他们帮自己一起拯救被毁灭的人间。其实这就是孩童们的友谊，绝交容易，和好也很容易。但此时天启4骑士不仅占领了空军基地，战争还激活了所有国家的核武器。现在是一切就绪，只欠东风，只需亚当摇旗，恶魔与天使之间的战役才可以打响。What the heck? Did you really just say what the heck? 此时拉斐尔带着维尔赶到了空军基地，但看守死活不让他们进去。由于之前的经历，维尔膨胀的不行，一个劲儿的问对方有没有看到他的大手。克劳利的赶到才让他暂时消停，随后大门竟自己打开。这次维尔真的相信是自己让奇迹发生的，其实是亚当带小伙伴赶来的原因。他能感觉到4骑士的气息，直接呼喊。世界末日前的17分钟，各方势力终于在这里会面。拉斐尔附身的神婆突然出手，却倒偏。差点被枪杀的撒旦之子却没有愤怒，他反倒用真言之力替拉斐尔重塑了肉身。此刻的撒旦之子已经打消了毁灭的想法。面对地狱天启4骑士，他鼓励小伙伴说，魔鬼都是人心的恐惧，并不是真实的。小女孩听懂了他的话，率先站了出来，勇敢面对4骑士之一的战争。I believe in peace, bitch. I believe in a clean world. And I believe in food.And a healthy lunch. Didn't that used to be your sword? I do believe it was. 3骑士接连败下阵来。由于死亡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，他的职责是收割生命，而不是阻止或干预每一个死亡事件。所以他张开黑夜的双翼消失了。牛顿也运用自己的倒霉体质，成功阻止了核武器的发射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人类贪念恶念滋生，天启4骑士将再次孕育而出。很显然，天堂与地狱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。加百列和地狱大军同时现身，他们尝试和撒旦之子交涉，劝说他毁灭人间。见劝说无效，他们决定向他的父亲撒旦告状。之后克劳利突然感觉到泰山压顶，这就是撒旦的震怒，也预示着黑暗即将要降临。但拉斐尔并没有放弃。Come up with something, or I'll never talk to you again. 对于克劳利来说，拉斐尔不理他，远胜过一切威胁。于是他将两人拉入时间暂停的空间，希望亚当能想出对付他老爹的办法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他们都会陪在亚当的身边。当他们回到地面，大地开始剧烈震动，赤红的魔爪破土而出，伴随无尽之火，地狱的主人撒旦终于现身。
他怒斥逆子让他滚过来。面对巨大的魔鬼，亚当毫不畏惧。撒旦没有陪伴过他成长，也没有给过他父爱，根本就算不上他的父亲。言出法随的能力再次生效，连撒旦都无法抵御，化成了黑烟。你还别说，亚当果真是个恶魔，他是个专门坑爹的恶魔。一切结束，世界依旧平静。拉斐尔的书店恢复了原样，克劳利烧毁的爱车也完好如初。可天堂与地狱万众期待的仗没打成，总得要有人背这口锅。而拉斐尔与克劳利就是最佳的人选。为了惩罚他们，天堂和地狱居然合作。地狱用天堂的神圣之水给克劳利沐浴，天堂则借来地狱之火焚烧拉斐尔。万万没想到，明明都是彼此要命的东西，两边不但没事，反而享受的要命。Do a quick miracle where you need a bathtub. 不久后，克劳利和拉斐尔回到了人间。原来是预言笔记的最后一页提醒了他们，两个人互换了身份，火烧不死恶魔，圣水融不了天使。随后，他们脱离公司，结束了打工生活，开启甜蜜的退休假期。